来每一年的4月都是掠龟头刀这种鱼仔的季节。台东成功的新港鱼港，每一年平均的产量超过2000吨。去年才重新搁销到美国，但是川普即摆要甲台湾扣32%的关税，渔民是忧头苦面，俊行龟头刀的计数会崩盘。 真甲芳芳酥酥做一鱼柳，粉甜甜酱，好食个煞脆。鱼排煎甲酥脆，正做汉堡的主角，这全部拢是龟头刀的好滋味。今年4月到6月是龟头刀出生的时间点，规出最新鲜的鱼货上花，渔民煞目头角角，因为烦恼美国的对顶关税。本来这鱼价就介大啊，个关税还唔同，根本。 无法度通生活嘛。龟头刀的主要产地就是台东县成功镇的新港渔港，当年平均产量超过2000吨，将近全台湾1/3的产量，产值超2亿。去年才摕到渔业改正计划认证，重新拍开卖到美国的通路，大约7成销到欧美，拍卖总金额8000万，是毋到今年拄到美国关税大刀。关税问题呢，现在。 还不是那么的明朗哈，跟渔业署呢密切的来联系呢配套方案以及销售的管道。那渔民面有面角，中央发出零关税，进口鸡肉和猪肉可能续寄来台湾，影响本土的农牧业。青猪可能一款只30-40块尔啦，无咱台湾1半价左右尔啦，啦，所以咱台湾要向美国拼去。 就是在农业这个就是没有办法。不过，毛市的业者认为，即马进口台湾的猪肉以加拿大为大宗，而且计小增加，就算美国猪来台湾，应该嘛是代替加拿大猪肉，零关税美国猪长久有限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